那今天呢，一个人直播太无聊，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容易就词穷了，所以就是不免俗的，我一定要找一个巨星来陪我一起直播，这样子让大家除了可以看看小叶，也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谁呢？给大家猜一猜好了，一家人得舌癌的那一个是谁？今天的大来宾是谁呢？我给大家猜一猜好了，得舌癌的那一个是谁？看有没有人猜到？我来看一下我的手机。有人猜到了？有人猜到了吗？有，猜到了。那我们就欢迎他，文心。送给你我的新书。真的吗？哇！他是第一个收到我新书的人。我喜欢你是真心的，我讨厌你也是真心，所以你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当然是喜欢你啊。应该不是场面话。当然不是啊，我连书名都这么真心的。哇！我好想看一下你内心里面。其实我心里面很挣扎，就是把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写在书上，要给大家看。这也是要很大的勇气。这真的很需要勇气。真的很感人哦。没有在怕。你是经历什么事情才这样？哎呀，人生嘛，对不对？有什么好不敢的？为什么故人院是那个阿庞啊？我们阿庞是那个因为我们泡泡虾里面的故人院，他也是得舌癌，可是听说他的病情得到控制了，但是你好可怜。舌癌是好像是从我那边就开始，对，开始就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们泡泡虾里面有男主角，有男生的演员得到舌癌。我就说，那你完蛋了，谁喜欢他就要哭死，还要去太平间哭啊，对不对？还要去踢足球，对不对？对，没错。没有啦，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虽然得到就是戏里面这个角色得到舌癌，那我其实还蛮那时候我还蛮开心的。没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以往的我们8点档就是得到癌症，它其实会是治愈的，对，都会好的，一定有一个跟他的另外一半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当制作人那时候有跟你讲，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就马上我都没有考虑，我说这样非常，觉得这样剧情很好。我觉得有一个完美的，虽然是那我很痛苦，你知道吗？哭死我了。真的很恐怖，一个人去太平间，他哭了，那时候是哭了2夜、3夜，你就躺在那边啊，3、4夜，你就躺在那边，在那边一直讲，一个人讲，一直哭，不好意思啊，那真的很感人。可是我觉得，你知道那时候，我那一段就是小燕那一段演完了之后，其实很多的粉丝在我的网页上留言，因为正常我们的留言应该大概都是200-300、300。可是那天那一次好像2000多，知道？对啊，然后就是他们就觉得，其实凯怎么可以死？那几幕就是感受很深。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踢足球那个戏啊，我真的说实话，就是你回头一看到他，什么情绪都不用培养就可以哭。然后听说你是拍完不敢看。我不看啊，我真的太崩溃了，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可以说叶小秋爱凯凯胜过于老婆爱你，当时啦，不好意思啊，大官。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回响是至少让大家看到我跟小燕以往的所谓的配对的主题。Kelly 说我好爱踢足球那段超好哭的，哭死人了。真的吗？对啊，真的那很痛苦而且我记得制作单位也蛮用心的，就是还把它稍微做一下调色这样。是哦，有，我是没有，因为我没有看。如果没有看，可以回去看一下。好，这玉荣在观看呢。嗨，玉荣。嗨。为什么今天会介绍？为什么今天会请文心来？是因为我记得我的保养品刚成立的第一支商品就是这个精粹啊。是。有一天呢，我那时候刚开始，我都会进后台去看一下订单嘛。我看到有一个人就是署名黄文心，然后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大概知道他住在哪边，他住在新北市的某一区，我就知道的。然后我就抱着一个存疑的态度，我想该不会是同名同姓吧？我本来没有，我说真的，我本来没有打算用我的名字，但我想说应该会是厂商去看，应该不会是你去观看这些东西，因为你也忙嘛。
然后我想说啊，反正就用我的名字对去买，就很像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消费者会去做的事情。对，我也没有想太多啦。我就看到了，然后后来文心他就发了一个讯息给我。最感人的是，他说他存了2个礼拜的零用钱买的精粹。对，其实那时候我1个月的零用钱没有，那时候我们有出席一个活动，你那时候跟记者讲说，你说你老婆一天给你100块的零用钱，对，所以你必须要存2个礼拜1400，然后扣掉经费980，再加420块钱可以过2个礼拜。对。还好啦，现在我老婆有帮我调整一下调薪的150没？有啦，超过了啦，不要这样。文心真的是没有啦，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你是屏东上来的，屏东小孩。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棚里面吃宵夜，他永远每次都是要拿卤肉饭，对不对？你还记得哦？记得啊，他永远都是吃卤肉饭，每天都是吃卤肉饭。因为最好吃小故事都出来。因为最好吃还是卤肉饭。为什么？没有啦，因为我其实我喜欢吃卤肉饭，不是在那时候养成的，是我上来台北，然后也不是小时候就喜欢吃卤肉饭，然后是上来台北之后才喜欢上卤肉饭这个东西。然后那是因为我好像刚比赛的时候，超偶，对，超偶，然后没什么钱，那就跟我老婆对，那时候就陪着我，然后就每天都吃卤肉饭，就是照3餐都是吃卤肉饭。对。那当然我也是觉得很甘之如饴啦，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卤肉饭，并没有因为就比以前过了比较好的日子之后就忘记自己，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哦，对啊，讲到一个重点，我们今天呢，我收到一个很大的那个来宾送的礼物，这个是什么呢？我也还没有打开来看，这里面有15份，这是刚刚文心来的时候带来的。是。好看吗？我不敢惊艳，不敢说惊吓，对，不会到惊吓啦。我不敢说多好看怎样，但是它有一定的值，不会让大家失望。签名的，哦，黄文熙的签名海报，对。哇！他好用心哦。我们这第一次来宾自己带礼物来。没有，我总是觉得说，来小燕这边的直播，然后跟他就还蛮熟的，总不能就2串香蕉这样。2串香蕉也没有啊。就是没有，我是说手就很像对空手来。很帅耶，视觉系艺人耶。哇，第一次这样称赞。在一家人被嫌到屁啦！我刚才我在一家人嫌你什么？没有。我嫌了什么？嫌货才是买货人，不懂。那时候呢，那个这无关紧要，因为没办法，有时候在那个时候的造型所定下来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有，他后来当那个。因为演员就演员，歌手这是歌手的身份。厨神的时候，他的造型有改变了。对。前期没有，因为我前期被嫌到爆。就是也造型的，其实还好啦，对。但就是可能我只是希望他可以比较玻璃心这样。哇！真的好默默伤了你。就是表面就是是这样啊，但其实就是一个内伤。文心带了15张他的亲签的海报，我们要送给大家，在今天的这一场直播。是。那今天是电商的大节日，就是双11的折扣啊。我们今天公司克利斯代推出了4个组合，就有1111、1222、1333、1333的组合。可是呢，这4个组合都会送家政1本书。哇，真的还假的啊？对的，对。家政1本书啊？对。哇塞，这是赔本生意。这1本书300块钱，外面买是300块，但是重点是现在外面还买不到，要到明年的1月4号才买得到。真的？你一直很想要看它，对不对？没有，我想没有，我其实对小燕就是这个人还蛮好奇的，
你就说你刚刚说我什么？有一点什么机车？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跟她合作，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她这个女孩子，她就是非常的直接，然后很直接，然后但是又带一些机车这样，有时候就是3不5时就会翻个白眼。王宇杰又来了，王宇杰又来了，是那个小狗吗？王宇杰又来了。哇塞，好久不见了哦。妈妈，月红妈妈在线上。今天买都有送亲签的书，王宇杰很爱看直播。王宇杰。对啊，他很疯狂，我要买书，我要买书，买书。那我们要怎么送文心的签名呢？签名海报，我们先送文心的签名海报，有15份，15份都一次送掉吗？现在吗？现在可以啊。一次送2波。好。小叶，有人问说有签名吗？书有签名吗？有，在克里斯丹官网下单的书啊，或者是这一些商品，赠送的书都有配合我的亲签。哦。你知道我那天把5箱2100本的书扛回家，我就每天就坐在地上，然后。可是你不觉得很有成就感？我签完4支笔，签到没水，有多恐怖？你们想要这样签都没办法好不好？你可以呀。我帮你联络出版社。不要。妈妈说我也要买书，有，因为我妈妈今天有讯息我，她说她跟他们公司讲，就是他们要买书来送他们的那个朋友。真的吗？已经有人让你唱歌了啦，不可以啊！你以为歌手可以这么简单就开口？哇，这个那我也想买，就送。不要了，送给你。那个。还有大了几本买？真的吗？送粉丝啊！不要这样。我买个10本，好不好？买呢？真的，就是也让就是。10本弄稿。那个敲鬼，我好爱欺负他，因为文心好可爱哦。没有，刚才还没讲，就是我觉得，小燕这个人呢，她个性呢很直接，又有点机车，很爱翻白眼。对她真的啊，你问这些打分的，有没有？没有。我后面还要讲一句重点。后来我发觉这个女孩子真的，她没有她的心地蛮善的。其实这个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知道吗？我觉得除了对大家，然后你也会，我觉得你这个人蛮有那种见义勇为的。怎么说呢？我怎么对你见义勇为？没有说对别人。真的吗？为什么呢？看到，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心地很善。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哦，好像是3立我们那个谷歌，就是我们3立里面的一个同事，对，导播组的同事。那他因为得了也是癌症后来。我觉得李嫣那时候就常常去探望他，然后当然到后来这个同事不幸的也走掉了，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这个同事他有2个女儿吧，都高中，对，还有妈妈，对，还有一个妈妈，而且他们还没有办法就是自力更生这样，所以那时候小燕除了就是有捐钱给他，然后也号召大家都很有爱心，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人家去号召，因为正常人是不会说可能还会犹豫，或者是可能会想要做这些。因为你看到人家真是老妈妈女儿小，你会觉得很心疼。对，然后我就看到小燕有这个举动，我就回去跟我老婆说，我觉得你也好有爱心哦，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好女人。我觉得老天才能别用吧？没有，不是我介绍，是老天爷会帮你介绍，所以老天爷会帮你安排，好不好？哎呦，好，我们收到了一个密函，上面写说通关密码，我爱凯丘，5分钟后抽15个。15个。我爱凯丘。好。通关密码但是重点要干嘛呢？就是帮我们把我跟文心的直播分享出去。分享这一篇直播，然后按赞、分享，tag 2个朋友，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抽黄文心的签名海报。我可以留。不然这样好了啦，就是因为5分钟要抽15个嘛。那如果真的有抽完，后续还一直有的话，你要提供100份吗？要留1份给我。我要先回去看一下够不够啊。买了不好。没有，你又要买100本书，然后要送我
600份的签名海报，我不是100本，怎么变100本呢？对，你起码叠多情城市啊，对不？啊，没差，是多情城市，多情城市啊，不是悲情城市啊，不是悲情城市，悲情城市是一首歌。我等你8点钟，我唔知开推来看啊。你看我看我声？有啊，你看吼，我伫内底跟人名。我唔知。真的不知道？没有，我没有很认真的去看记谁的名字啊。那你知道我有演吧？当然知道你有演，而且我也知道你那时候剪短头发，而且我很好奇你是因为有网友说你是跟人家赌，因为你自己也有在你的那个 Facebook 发说。不是，跟谁赌，然后他们不相信你会剪，对，你会剪短头发。对，他说剪的时候，他要从哪里爬过来，用滚的，一捧滚到那王宇杰是他，王宇杰跟吴婉君是2个在那边做棒式，然后刘小艺从一捧滚，一捧到3捧有多远？真的，他用滚，真的很厉害。可是我不是因为打赌去剪头发，我是因为觉得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不要遗憾，我才去剪的。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上个月我姐也开刀啊，真的、啊？我姐也开刀，然后我就觉得我姐的身体日常会有一些状况。那我其实20年前剪过一次这么短，20年前，对，就读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想说，我人生还想再剪一次这么短的头发，不剪我会遗憾。后来姐姐去开完刀之后，我就去剪头发，就是有点那种看尽人生百态的感觉。差不多这个意思，真的，你形容的很贴切，真的意思啊，差不多。我爱凯丘，好，现在大概有8000多个人留了我爱凯丘了。对，黄你可能要回家检查一下你。老婆帮我联络一下。可以出席啦，不会，哎呦，干嘛这样？不用怕。大家留下我爱凯丘，要分享哦，分享、按赞 ，take 2个朋友。不用怕，虽然我在拍戏现场很少在请饮料，可是温馨。讲到这个。我又必须要说，小燕呢在现场常请饮料。我要说的是，其实请饮料或不请饮料，都不代表这个人是好或不好，对，一点都不重要。对，我以前会请，只是觉得大家都好辛苦，好热。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你不是说要炫耀什么啦？我知道，你只是要慰劳这些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对，但你知道我这一档我有多久没请了吗？真的吗？我怎么没有遇到？真的还是假的？很久没有出外景，没有机会请饮料。那这个是要按赞分享这个2个朋友吗？就是不用，要分享，然后要留通关密码。只要分享跟留通关密码就好了。对，然后系统就会抓得到。好，对不起哦，我更正一下，就是分享我跟文心这篇直播，然后留下我们的通关密语“我爱凯丘”，我们就送文心的签名海报。然后这15份海报里面已经有1份被 T 妈 A 走了，这一个女生一直要还文心的东西，然后一直要还文心来，是她。当然我也是很想的，可是她比我还要疯狂。我只是要强调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会不送你离开，放心，我会让我们公司的同事稍后。谢谢。但是这个签名海报我们可能只能抽14份嘛。T 妈一定是赌说有人会不来留下姓名、地址、电话，他要拿那一份。我觉得其实这是几年前拍的，陈奇。这几年前好像这个好像2017年啊。就一家人拍完没有多久啊。是哦。对啊。怎么那么瘦啊？我就去准备那个专辑。对，我就去准备专辑的嘛。那时候比较瘦。有。你那时候还有送我 CD。对啊。我还放在我的车上。对。我不能把它弄皱，我的天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摊平送你。这个你们要怎么记啊？剩1分钟。最后1分钟。剩1分钟，赶快分享，然后留下我爱凯丘，可以抽黄明星的签名海报。好了，我把它收起来，不然等一下弄皱了。放着。这里有15份。15份。全部送给大家，要抽15个人。然后今天是我们电商的大节日，也是我们第一次做那个双11的活动。你知道我公司成立大概一年多一点。而且我看新闻，我都是看新闻报道，因为我也不好意思，就是私自赖，就是看你忙不忙，怎么样，我怕你真的很忙。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因为有家庭嘛，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分寸没有逾越。
没有把自己的那个对不对控制好对对。你们没动。第二代，我懂。是我有看一下新闻，好像是投票，是不是？没有，我跟你讲，后来我们有去问制作单位，制作单位说那个不是他们弄出来的。那不是他们的官网吗？不是，他后来有去讲说叫他们拿掉。对。哦，对啊，因为新闻一出来，炒得太热了，对，就把它拉掉了。对。T 妈，你太夸张了，你还跑去留言。他想要再拿一份的。嘉惠说我不可以留言。T 妈真的太夸张了啦！我怕我你留那么多你好意思？现在好久没借了，我其实本来不用那么久没借，我记得那时候我拍苦力的时候本来。对啊，你有看吗？偷偷的看。哦，亚姐啦，对啦，你说真的做下来是没有，可是因为李导演我很熟，然后当时我有拿到钱，我又拿到剧本，来，又要那个公告名单，没有你，而且抽15个人，没有留他的。几个人留言啊？有2000多个，2000多笔留言。对，好了，那公告名单喽。我有看到老朋友、好朋友上榜了，来吧。第一个陈可萱，第二个邱丽凤，还是你来？第三个智慧，第4个林佳慧，佳慧中奖，嘉惠中奖，第5个邓宇璇，中奖了。然后呢是欧阳秀秀，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英文不要问我了，因为我不是很擅长。连续，然后郑翔，谢什么？差分谢，差分谢。然后再傅淑玲，浩宇赵宇浩，浩宇还是浩宇赵啊？怎么会倒过来？没关系，特别外国人苏玉涵、陈怡婷、侯佩瑜、翁娟婷，有15名，然后我们会把名单贴在这个上面，这个直播上面，然后到时候会请大家去我们的一个连结上面填一下那个你们的姓名、电话、地址、基本资料，对，然后你就可以得到黄文馨的亲签海报了。恭喜你们！这15人朋友，今天是我们电商的大日子，重点。这个是我们111的组合，今天是11月11号是电商的节日嘛，然后我们就是做前3后4天，就1个礼拜的时间。这是1111块的组合，然后如果你订的这个洁颜乳跟乳霜，我们一样送你一本我的亲签的书，签到我眼泪都快滴下来了。所以这个送了之后呢，它可能比你明年出版还要早，对不对？大家收到。就他们礼拜1就可以收，就可以知道，还蛮不错的。对啊，礼拜1就可以出货了。不然你如果这一批公司的这2100本你没有订到的话，你就是要等到明年1月4号在外面的通路才买得到，什么成品啊、金石堂、普惠啊才买得到的。今年，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有推了4个组合，这是1111，这是1222，这也是精粹，就是你存了2个礼拜。对。我这样想到你，我就想到2个礼拜零用钱这个事情，这很感人呢。这是一件很就是你会觉得哦，就是这个朋友，然后知道你创业了，他没有跟你说，你怎么不送我？一般人都会说，送我。真的吗？有一些人会这样。真的？谁跟我讲？不要说出来，我等一下写在粉丝团。没有，他就是而且他也不跟我讲，他就自己去订购，所以其实是很甘心的一件事情。不管你今天订的是300块还是3000，没有，其实我还觉得是一样的。其实我还觉得买的就是太少这样。不会，我觉得这个心很大，真的对我来说心很大。然后
公司有把一整套都给你，对不对？有后来把有，这是我后面出的凝霜，这是1222，然后因为这比较贵啦，所以就1333，就是这个你一定要用。你现在在拍那个悲情城市的嘛，对不对？你要不是啦，多情城市啦，不能打广告，我现在用完。好，悲情城市，悲情城市哈，叉叉城市，对，叉叉城市，你要把这个我们的防晒隔离霜带去你的剧组，扛邓姐。如果说那个悲情城市有需要那个保养品的赞助，你再讯息我。好，记得那个片尾要打上我们公司的 logo。OK 啊，赞助我是 OK 的啊。好，这个超好用的，你有脸有擦东西吗？我有擦东西。你有擦？对。我们的防晒隔离霜真的很厉害，还是要拿出来垫起。像我现在拍戏都擦自己的，都是用自己的，而且剧组因为我有赞助我们剧组啊，剧组都是用我们的东西。真的哦？对啊，剧组都是用我们的东西，而且雨洁他都会直接，王雨洁是很甘心。我知道，他也是一个很甘心。他不只是甘心，他是疯狂。不管我去到哪边直播，他就会去那个直播买东西。那他应该是批笑。没有，他真的太可爱了。对，他真的是还蛮可爱。之前也你有跟他拍吗？阿布啦，跟他对，我有看。对，我有看。是他演警察，是不是？对。他演警察。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他就是疯疯癫癫的。没有，他就是很避暑，装的好像很秀气，很有气质的女人。结果我后来就是才知道说，疯了没有？他真的是，他太疯狂。对，他太疯。你看。真的看，是超明显的。可是它不改变你的肤色，它只是让你的肤色提亮而已。而且它不会有那个。你真的把它带去，你就放在剧组那边，就是他帮你化妆的，你就用这个防晒隔离，而且它还有保湿的成分。真的？对，真的这个非常非常大推。我是知道你那时候厂商给我的那个化妆品，其实我觉得还蛮用起来还蛮服帖，而且不会那种黏腻的感觉，因为正常男孩子很怕那种凉，因为隔天就会长痘痘。真的正常男孩子就是皮肤就是跟女孩子一般是不太一样，就是怕过度的营养。对。然后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书可以单买，可是因为公司就是基于那个运费的这个部分的考量，所以600元以下好像就是要贴80块钱运费。对，不然以前我们公司是没有收运费的啦。对，但是实在太恐怖。那个我每次收到物流公司的那个司机工作的，我后来就600以下，可是这组合都是超过600块钱的。基本上你就是单独订这个书才会需要收到运费。那单独订书的话，一本是300。那如果你现在不订也没有关系，你就等到明年1月4号，可以在外面通路买。你要等到1月4号？我是太久了，很没耐性的人看得出来。对，在一家不是你看，就是感觉好像稍微要翻白眼。没有，怎么会嘞？小燕只有买书都有签名，在克利斯代订的所有的，只要在克利斯代出去的书都是有签名的。因为很多人问说是不是只有买书才有签名？书要买彩艺说书要买2本加签名，都有签名了。都会签名啦，这都已经签好了。宇璇问说怎么样可以拿到书？只要在克利斯代的官网下单都可以拿到书。如果只有买一本书，会不会有亲笔签名？会哦。会啊。真鱼在问，没有就看一些很多人在问问题，哪里可以订？官网我们有附上那个连结，就可以找到我的书了。嗨，盛文哥，妈妈公开表白什么？我刚刚没看到什么妈妈公开？月红妈妈，我前2天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念，这个是韩文吧？是韩文。说好想要文心的海报请问有购物袋吗？目前没有。我们以后可能会增加这个品项啊，就是购物袋的部分。因为我们当初做那个购物袋，真的是都是很精打细算，做多少货印多少袋子这样子，就是没有多做啊。很多人在要购物袋。因为我妈妈说她要30本，真的哦。哇，
有啊，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要订50本要送人，是哦，就是有一些朋友都还蛮支持的，有订10本的、5本的，我其实几本不是重点，我是觉得他是很捧场、很支持。对啊，而且不是我开口说，你要不要那个买？对，是人家主动有很多人在问说在哪边买书，在哪边买？在克里斯代的官网，就是我们的活动专区，就可以买得到我的书。然后从克里斯代出去的所有的书都是有亲签的。我来先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好了。新书何时上市？你单纯我的书，你要在外面买的话，就是1月4号。对，明年的1月4号。然后有没有办签书会？目前没有，因为我跟出版社讨论过，他说比较传统的出版社的做法就是办签书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签书会这个选项。现在要在哪里买得到？刚才有说过了，就是现在如果要买的话，要订的话，可以上那个我们克里斯代的官网。克里斯代的官网。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们订购这些产品，它也会送书。对，这个组合啊，这4项组合都会加赠1本我的新书，然后加赠的新书都是有签名的。等于说你购买这些商品就是抢先看的。对，不用再拖到，不用再等到明年的1月4号。都是有亲笔签名的，都是每一本都是我亲签的。1月4号订购的有签名吗？没有，对，没有。外面就是只有克里斯代这2100本是有亲签的，然后明年1月4号开始上通路之后都是没有签名的。都是没有签名的。外面就没有签名，知否？因为就是回馈给我们克里斯代跟理想正面是看不能的。所以大家要赶快买，要不然真的会被他这些好朋友给买光。真的，那10本、30本、50本这样买，这其实很快就没了。对啊，很快就会没了。所以签名的是限量的咯。对，等于是限量的。等于是限量的，就是我上次拖回家的那5箱2100本，真的，都签到好7年。我真的，因为他那个要翻，他不是这样一本书给我，他就是一个很大张的那个不知道几开的纸，它是折好，你就要把它打开，然后签一签。然后我是打开，然后就下去签完，然后再折起来，然后就下去签的。对，然后我最后签到这边都 OK 的，因为每下手一次就敲一次。就恐怖，让人家发现我心里面的秘密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想认识。我心有应该是大家啦，但每个人都会想要认识。我已经有玩 IG 吧，对不对？有，怎么了？没有，我就常喜欢在 IG 下几段微博，就是比较不会在脸书上跟脸书重复。对，就是你内心的一些小世界这样。对，小世界这样。对。改天真的好好的注意你的爱情。你不是都去按爱心？那老亲都没有看内容。有啦，我是说好好的注意一下。你让我好好注意哦。文心是不是晚上还要去上班？对了，等下要去那个悲情城市。其实我还蛮享受像这种很轻松的这种聊天的时光，就轻轻松松聊天就好了，没有压力。对，真的。文心哥平常有在直播吗？我没有在直播，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你的第一次也是献给我们。对，真的。对啊，跟冠霖哥一样。你如果说，应该是说给苦力的，可是那个他那个平台两个是不一样的啦。对。那个是映后，那个他那个不他那个对那个剧情映后词的那个就是有点像讨论或者是问一下大家的想法之类的，跟这个不太一样。就是第一次这样子。对，我觉得算是如果上这种有点像购物的这种平台的话，我是第一次。你也很久没有跟小燕碰面了哦。很久。有一次他们苦力去3地宣传的时候，有碰到面。对。还有那时候在拍苦力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对面拍，在宜兰。对。然后在大马一条
场路超大，公园那边对，公园我们在对面拍，他们在另外一边拍，在酒厂附近啊。酒厂附近，对，冲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真的哦对，我也常回宜兰，我就没有这个机会碰到。你现在看到了，啊，看到，中国，不知道你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虽然没有拍苦力，可是我都很认真的在分享。我知道，对，就是分享那个前夫嘛啊。对，前夫，对，前夫，没错。没有，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本来是知道说小燕要演苦力的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可是那时候有问他，可是我演苦力也不是跟你搭一起。啊？不是啊。不是吗？不是。好像是。是啦。是啦。对，好像是。我想说啊，怎么这么刚好？对啊，后来就缘分啊。缘分。对啊。没关系，还有很多机会。对啊。不会是人生苦短。可是为什么会？就是你原本在3立拍了一家人，是唯一的一档8点档。没有，《天下女人心》有拍啊，然后那个爆肝人生有拍。对。对啊，那怎么会不然去那个啊？不然去那个没有，就是我没有自己给自己所谓的设限啦，反正就是刚好如果有来找的话，然后你看的有时间允许，然后你看的 OK 开心的话，就是。所以你悲情城市的价钱他管哦。敢回答我？有条心的不好说。大的没有。我不要再欺负他，那是他在闹他的。但是我们现在那边作业其实还算蛮正常的啦。真的哦。不会像说以往。是在林口露营吗？对啊，林口露营啊。我在那个大时代那时候，其实所有的拍戏的节奏就已经比较，比如说我们大概好像都是最晚12点或1点，我是没有遇过1点的晚上1点，我没有遇过，我只遇过大概12点这样。最晚的。对，而且几次而已。哇，那感觉好像作息也蛮正常。就蛮正，其实去那边我觉得拍的也还算蛮正常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悲情城市也是秉持着大时代的精神延续下去这样。那因为前面可能还有一阵子，还要再调整一阵子，但是看得出来制作单位有一直想要跟电视台他们有想要往这个方向。那其实蛮好的啊，大家都会比较轻松。对，就不会像是什么2天没睡觉3天没睡这样。可是我觉得拍8点档难免啦，遇到也是难免。对啊。我们公司成立1年多，要给我们点祝福，而且今天是双11的节日，我们的组合全部都是下杀5折，只有双11的活动才有下杀5折，不然平常最多就是9折。其实平日是9折最多，而且要买3样才有9折哦。3样才有9折，就要买3样东西才会有9折。不然今天是双11的活动，全部下杀5折。所以大家赶快来抢，不然就没了。那你要告诉大家我在做事情的态度啊。我觉得李燕她是一个很要求完美啊，吹毛求疵。你是说拍戏吗？都一样，拍戏也是一样。然后只要你没有到他的要求，他其实应该也是蛮容易翻白眼的。怎么会呢？这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好。我不知道，要是我遇到了，其他的那个我是不太晓得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他这个人对他想要做的那些每件事情，他都很尽力。想问说可以使用红利吗？不行，红利点数因为超低折扣了。超低折，因为下杀5折，不能使用红利点数了。那再折下去就骨折了，就骨折了，再骨折。对。然后有人问说他朋友是敏感肌肤，有没有推荐的？我们的产品都有加那个抗敏的成分，所以基本上都是很推荐使用的。大时代的吴冠中啊，刚刚写大时代的吴冠中，对啊，就是之前大时代的角色。大时代你演几集啊？大时代我应该演了大概60集吧。哦，这么多。对啊，大概60集左右。其实也本来是想说就没有那么快进去剧组，
明年还可以过完年啊，跟家人团聚一下，然后还可以出国玩一下，再进去这样。可能那时候紧接吗？等于是紧接了，对啊，对不对？等于是紧接进去了，所以那个感觉到还没退。你知道，就是拍八点档，如果你太久没拍，其实那个感觉会生疏，陌生，就会生疏。对，可是那个可是你回去1个礼拜应该就正常了啦，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啦，其实差不多啦。找不到订单连结，肖安恩。然后有人在问有亲签吗？就是在克利斯代订购的都会有签名，包含你订的组合、家政的书都是有签名的，或者是单纯买书都是有签名的。除非你到明年1月4号我新书上架的时候就没有签名，就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对1月4号。那现在这段期间，只要你在克利斯代买的产品或者是书，都一定没有。我们活动只做到11月15嘛，对不对？对，那书呢？就没啦，书就不做啦，都不做，就没有，就要等，就是到11月15号以后，11月15号23点59分，书就不，所以就是这7天就对了。就等于这7天，那你就要等到明年的1月4号才会有书了。所以真的大家要快，对啊，等于你要再等1个半月，不然就没了。就没了，没错。但是我觉得也就算是没了，应该明年1月4号，我觉得也会卖得不错，因为应该有很多人想要探索你的内心世界。对。为什么卢运安说111的可以折50啊？有吗？你是设定一下的。有人说111可以折50元红利点数。妈妈要离开了，对不起，因为谢谢妈妈。我在看大家的留，我们都忽略你的粉丝团，是不是？啊，对，怎么了？我们小叶，你刚刚准备要说什么的吗？我们抽的是他是15名的那个签名照，对那小叶你有没有什么要表示的？什么要表示？真的有50真的。那不行哦。关掉。好，关掉了。前面。如果2100本订产品卖完就送完了，是的。而且，但其实应该不到2100本了。基本上，我有问出版社，他说是2000本。我说那为什么要签2100本？他说他是怕在装订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损伤，所以多签的。我们公司只有进2000本，然后我基本上我可能就先拿大概200本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亲朋好友啦，亲朋好友那一定要，就是朋友私底下跟我买的，或者是妈妈那边的，对，或者你姐姐那边的。姚生君问说，点网址单独买书是没有签名的，对吗？错哦，只要是克利斯代买的书都是有签名的，不管你是买1本还是买我们的组合，都是有签名的哦。还有星星在看，佑星啊。然后那个徐晶晶好像有一些问题，你私讯我们克利斯代的粉丝页或者是官网，我们有请专人为你服务，好吗？有好多人都说订了，订2本、3本这样子，然后都是亲签的，不管你是单独订书或者是我们的组合111、122、13333，都是有家政书，然后有亲签的。反正就是不管是只买书或者是买商品送书的，都是亲签的，都是亲签的。对，然后活动只做到11月15号就没有了，书就没有了。然后要到明年的1月4号在外面的通路买就没有签名的书。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因为听说我们文心哥带你妹去悲情城市。没懂啦，文心哥啊，对不？有办签书会吗？没有。没啦，刚才小燕有说有跟这个出版社讨论过啦，就是没啦，我是惊没人来啦，所以我想那有可能啦，不需要这样子劳师动众。不会，大家都还蛮喜欢你的啦。那有文心哥的加持，那你
快差不多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关于这个我们的活动跟我的书，你要说一些赞美的话。赞美都没有活动，我觉得已经真的，我觉得小燕真的很有诚意了，真的很有诚意，下杀这么5折，听说这个是47折啦，47折。真的还假的？对啊，因为这个这个单卖是1280嘛，然后这个是980啊，但是现在只卖13，那你就是等于买1送1啊，还送书嘞。对啊，买1送1还送。那你等于已经打了大概3折吧，47折，最低是47折。没有说如果加书的话。有加书吗？有加书下去47折差不多。加书下去，对啊，那已经打很多了。对啊，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开始有着收运费这一些事情。哦，没有，我是觉得大家买小燕的产品，这句话讲出来是要负责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真的可以放心。我真的这句话讲出来是要负责的，因为我们金哥用过。不只是捧场而已，对，不只是第一瓶的捧场，而且我的肤质基本上就是夏天容易出油，冬天很干燥。我知道，对，混合性的啦，我真的跟你拍出一档戏。所以我是觉得用起来，以我自己男生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不油腻，就是不会黏腻，然后又很清爽、很保湿，很快吸收，它不会造成你肌肤的负担。因为你给我到现在，我不是一直用，记得要把它带去那个。悲情城市没有，因为我会没有拿去用，是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就是可能要晒得黑黑的嘛。但是想想，你就不是晒的那黑黑脏脏的那一种。对啦，我就是要白净净才好看。真的，对，你就是这种痛调的，不能太黑了，对，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真的。而且我觉得商品真的是没有疑虑啦，就是小燕也经营了这个商品已经1年多了嘛，对啊，所以我相信用过的这些朋友们或者是粉丝，甚至不是粉丝也不是朋友，就是单纯对就是被人家就是假贺到手所宣传，就是有听到这些，觉得说李燕卖的这个化妆产品、保养产品是不错的，我觉得用起来。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一定就知道说是真的。而且其实我们做1年多，很多都是回头，就已经有很稳定的一个客户了啦。因为他们是用习惯，而且觉得真心好用。然后现在来讲这个书的部分，呢，到底里面写怎么样？其实我说真的，我也没看过。他是第一个拿到我书的朋友。我今天晚上好恐怖哦！你看，不要去洗我会先看一下，我不会先背剧本。你少来这套！真的，我会先因为我觉得小燕她虽然是很直接，可是我觉得她的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防备的存在。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我那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那就是其实对这个女孩子，其实我觉得也蛮好奇，她其实蛮奇特的。对，就是又直接，她又很率真，可是然后又有点机车，但是她的心地又很善良，所以就是一个千面女郎。千面女的，对啊，就是要说白一点，就是其实她也是不好搞，因为对，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难搞的，因为但是我们公司的同事都是非常能够理解我很难搞，因为她的地雷跟一般女孩子的地雷是不太一样。这我很好奇。没有，我忘记了太多事情，我真的没有，只有不讲错，就几件事情啊，就比较印象深刻，但是后来我就是选择给他忘记，这样不是选择。我的地雷有炸到你吗？应该有啦，但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还好，其实因为我知道这个女孩子，我大概知道这个女孩子的个性，但是她是比较真诚的。你看，人真的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伤了一些。如果今天没有找文心来，我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没有啊，可是我不会觉得怎样。我虽然有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为什么他要气成这个样子？什么事？真的忘记了。真的，这句话我姐常跟我说，我说这也没什么好生气，你为什么要？是不是？应该不是只有我讲而已吧？好了，谢谢今天。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得一直请这个来宾离开。但是没有啊，我还是要回过刚才所讲的话，但是他
她是心里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啊。那有时候她做这些事有可能会伤害到人，可是她的用意是好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可能这个方法稍微有点激烈一点这样。对。文心有做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我之前有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讯息我很少收到黄文心的讯息，都是有重大事件的时候他才会出现的。可是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用每天在我身边，因为我觉得那个也不代表是一定是真心。对。可是我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呢，黄文心的讯息就会来了。那至于是什么新闻，我就不想讲了啦。对。可是我会觉得很温暖。反正那个，你看我都讲你的好话，你只讲我又地雷啦，又龟毛，又机车啦，拜拜啦。不是，没有，我这个是铺陈嘛，你也让我铺陈一下，不然我平常就是太久，你感动到没关系，赶快破梗了好吗？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呢，反正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啦，那个就是一些，不要再讲。然后后来就是记者问我，因为我去录一个节目，记者就问我。然后我就说没有啦，这个又没有什么啊，我就大概知道他们要干嘛。然后我说没有什么，可能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哦，然后也祝福他们。那后来我回去之后，我想想不对，我觉得要先跟他讲一下，要不然没有，你那个是事件的前面，我说的是事件的结束。结束吗？对，你还有哦，你是在讲这个啊？结束之后？对，没有这个是也没有。他就是他给你传讯息的点，都是让你觉得你正好需要人家的安慰或力量的时候，他的讯息就来了。我要表达，因为我不会讲太多啦。对，我就是简单明了。大家可以放心，他平常没有传讯息给我的习惯。没有，你放心，那个我手机的密码他也知道。对啊，对，这样很应该啊。他只是想说，希望他可以。那其实文心是一个暖男啊，而且看他对那个小新，就对他儿子，然后对他老婆，你就知道说，哦，这个男人其实就是很为这个家庭在付出的。是的，你也是很为自己的家庭啊，妈妈啊，你弟弟，对不对？对啊。这些还有你侄子，我记得他每次那个下戏之后，他就换衣服超快的。正常男孩子换衣服比较快，换衣服超快，然后那个车子，然后我说我连裤子都还没脱，他已经开车走。我说哇，怎么那么快啊？他说啊，对，他刚才有说他侄子来台北。对。其实我直播想赶快结束，因为他们现在在家里等我了。真的。好，那我先讲，我要先走了啊。没有，我们讲一下最后这组合。今天是双11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做了全馆下杀5折的活动，有这4样的组合，分别是111、1222、1333、1333。那不管你订哪一个组合呢，我们都有加赠一本亲签的小燕的签名书。然后这本书呢，如果你现在到11月15号以前没有买的话，你就要等到明年的1月4号才会在外面的通路买得到了。我们的活动只做到11月15号的晚上23点59分。那电商的大节日，所以我们做下杀5折的活动，那也是回馈给我们克里斯代跟李小燕正面思考团的朋友，谢谢你们。然后还有刚刚抽中的15位的朋友，你们可以得到黄文心的亲笔签名海报。谢谢。好，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那大家赶快进链接抢购，卖完就没有了。没有了哈。好，因为文心真的要去上班了啦，所以我们先让他结束。其实阿北，聊得还蛮开心的，下次。我怕你赶快。我不会。